分。下面有请应该专题主持人、财团发言人中融通信社李荣德董事长致辞，掌声欢迎。好，两位那个主谈人各位来自全球各地那个客家社团的两头人太多的老朋友了看到大家请欢迎，大家好，大家早。今日讲草谈体育场呢我来主持。现在做乜嘅事情呢？其實現在做多咗啲嘅媒體嘅專業啦，揾到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呢，係一個國家級別一個新聞機構算政府單位啦但是一個董事長呢不懂事啦董事長不懂事主持人等一下我也不主持我就先介紹一下啦先歡迎，先歡迎。其實今日一個題目我講非常非常好。頭都小教書就講我哋客家嘅全球化、在地化，其實最具體嘅檢驗嘅標準嘅最好嘅一個那個模型就係客家同在地嘅政治上有參與嘛，參與嘛嘅長途參與嘛長途，一個非常非常嘅重要。當然我一聽有在地化，那有可能係不同嘅國家參與在地嘅政治人家一聽到有那個跨越客家嘅族群那有可能在政治上呢有進一步嘅發展。所以一個非常非常重要一個議題。討論一個議題呢，也用客家人來了解參與在地嘅政治呢嘅經驗，大家的分享非常鼓勵未來呢大家積極去參與，一個對客家未來嘅發展也會有一個關鍵的一個作用出來。今日兩位嘅主持人，兩位嘅主講人主持人係矮啦主講人替人我先介紹因為想到個老朋友啦，黃少凡司長司長，伊頭班呢做過最後生嘅啦伊今年60，我睇到貼片頭嘅妹啦，伊都歲呀，62歲，我所以嚟行50歲左右就做三口羊印尼加里曼丹嘅有一個城市很多三口羊，嘅三口羊呢20萬人20萬人差唔多有80華人60客家人你講客家話啦你做司長當然都冇簡單冇簡單，大家抱手一下伊本身本身係一個歷史啦一個讀法律呢畢業過做歷史後來參選那個司長司長做完以後呢做參選2年2年呢伊冇當選，但是也配位比當選的人還高啦一個都那個印尼政治制度嘅問題啦，政治問題啦，也配位出現選票比當選那一位簡單講就是高票落選，少數票那個當選了這個是他的政治制度有一些那個特殊的所在了而對台灣跟台灣呢也就印尼還第7代第7代嘅客家人，第7代了第7代移民到這個印尼第7代伊還曉得講客家話，但是伊講嘅很多河婆客啦，在座有人談嘅係河婆客冇？河婆客河婆客呢，從我哋東南亞也係嗰種非常非常大嘅一個客家族群啦但是伊等下呢伊講河婆伊私下講是會講啦但是演講伊等下用英語講啦用英文講英文講伊特別有強人啦，翻譯成華語啦所以呢等下伊會發表伊精彩嘅一個從政的歌唱地位，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再朴樹來給分享一下來還沒我還要介紹第2位，等一下我再講不要緊這個看起來還是很年輕的
第二位呢哈，来自哈那个俺们台湾哈南非了哈，佢现在从南非哈，做一个很多新保市嘅司仪人哈，而做嘅提醒人嘅哈，提醒人，一个也非常冇简单啊，一个台湾人哈，而做兵喺度以後啊，做兵喺度以後，讓許多移民到南非哈，在新保市落腳，他很快的哈融入當地的社會哈。得到政黨嘅支持哈，佢嘅提名哈，做那個議員哈，縣議員佢後生哈，作為市議員嚟哈，作為市議員嚟也當非常嘅冇簡單。但係呢哈，也一個非常也兩個就睇到小告訴我啦，一個是新台客了，這也是個你是老華客的新生代啊，老華客的新生代，所以非常有意思。我相信這兩個人的演講可以給我們輕獲一個經驗咯。好，現在呢我就講再補充一下，本來今天還有一位講者喺馬來西亞啦，馬來西亞嘅黃子堅院長也要來參加，本來他也是我們肖教授跟張教授主持的那個學術全球客家研究的要參加，但是因為他家裡因為長輩過世所以冇辦法來所以呢特別呢特別要嚟跟大家講費事陪實你接下來呢我們請黃市長來跟大家的分享請。謝謝李董事長。我用一個新橋用嘅河坡客家嚟講價機尊敬嘅來賓們，根本我想愛用呢一個吉尼係客話嚟講呢一個演講但係可能我6、7台在西加里曼丹印尼嘅出世，我嘅客話都講到半桶水。聽得懂了哈，國語也是一樣，半桶呀。所以拜託我用英語來講，但是會翻譯用國語來翻譯，好嗎？謝謝大家的支持，我開始了。I was born in 1962 in a small town called Singkawang,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It has an area of 504 kilometers square with population estimate about 300,000. For certain cycle in Taiwan, the name Singkawang is quite well known because many people from Singkawang have become new citizens of Taiwan. 印尼是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国家，土地面积更是有着504平方千米的世上最大海岛。而我们今天的来宾黄少凡黄先生，便就是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一个小城市山口洋。在台湾某些城市，山口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许多来自山口洋海漂的孩子们，如今已经成为台湾的新住民。这个阿美翻译的差不多很好他是从山口洋的，现在在桃园读大学呀。好 ，The majority of Singkawang city residents are Hakka people, and they use Hakka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both within their families and in the community where Hakka speaker can be fou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settling in West Kalimantan. According to research,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present in Nusantara region, now known as Indonesia, since the 4th century. 山口洋的大部分居民是客家人，他们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都使用客家话来交流。印尼的客家华裔早已在西加里曼丹省居住了许多年。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4世纪起，就有中国人开始迁徙到印尼。18世纪中期，也是1740年左右，便有大量的客家人开始到来。当时，三发县的苏丹和南巴瓦县的苏丹为了挖掘金矿而招募了客家人。
你拢bắt到了，跳到了，他比我快。Okay, let me read it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Hakka people occurred around the middle of 18th century, around 1740s. At that time, Sultan Sambas and Sultan Mempawah brought in Hakka people to work in the gold mines. Through sailor, this sultan heard that in Bangka Belitung, there were skilled tin miners who knew how to manage water system needed for tin processing. That's why they brought in Hakka people to mine gold in their territories. During the period, all the Hakka people who arrived were men and did not bring women with them.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se men later married local women and had offspring from these mixed marriages. 爱芬。当时三发好了，好，我现在英语了。哎呀，你不要太快。These were two gold mining. There were two gold mining areas where the Hakka people were active. One in Montrado and one in Landak. The one in Landak is famous under the name Lanfang Gongsi and was founded by the renowned Hakka figure 罗峰伯，到我们叫他罗太伯、罗峰伯。Yeah. The significant presence of Hakka people in West Kalimantan, especially in Singkawang, is believed to be descendants of the gold miners who were brought in by the Sultan in the past. 当时加里曼丹的苏丹听当地的水手们说，在邦加乌里洞里有很多熟练控制水源以便提炼锡的矿工，因此他们请来了客家人在自己的领地开采金矿。当时来的客家人都是男性，没有带女性，所以后来这些客家男性与当地的女性结婚，并产下了后面的混血后代。据记载，有2家金矿区是客家人的地方，一家在孟特拉多，另一家在兰打。兰打以兰芳公司闻名，它是由著名的客家人罗丰伯创立，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特别是在山口洋，有很多客家人便是过去苏丹招募的金矿工人的后裔。President Suharto ruled from 1965 to 1998 after overthrowing President Sukarno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ood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during President Sukarno's time suddenly deteriorated by Suharto's rise to power. Suharto, with a military background, then decided to sev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litical turmoil that greatly affected the Chinese descendants during the period. Some Chinese people returned to mainland China, but the majority remained in Indonesia. 当时苏花托在1965年至1998年执政，他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了前任的总统苏加诺。苏哈托原本是一名军人，在上任总统后，他决定与中国断交。印尼与中国原本的良好关系开始恶化，政治动荡也开始导致了对华人后裔的负面影响。一些华裔选择回到中国，可是大多数人仍留在印尼。Suharto government implemente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against Chinese descendants. Many private assets and Chinese organizations were confiscated and used as if they were Indonesian state property. Chinese schools were banned and closed. This action continued in 1967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Chinese script and anything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in public. Chinese descendants were required to change their names from Chinese names to Indonesian names. Violating this prohibition could lead to arrest and punishment. Practically, since that time, Indonesian Chinese people live under pressure,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many cultural roots and traditions. The generation born during the period could not longer learn Chinese writing and language. If parents at home still taught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was likely that they could still speak it. But reading and writing was certainly no longer possible, including my generation. 苏哈托总统实施了对华裔的歧视政策，许多私人和华人组织的财产被没收，用来当作印尼国有财产。华人学校被严令禁止并关闭。这种行为在1967年相继于禁止在公众面前使用华人文字或者展现华人文化。华裔后裔被强制改名为印尼文名字。违反这些规定可能会被逮捕和受到惩罚。从那时起，印尼华人一直生活在政治压力之下，导致了许多文化和传统根基消失。在苏哈托总统执政时期出生的那代人无法再学习中文。如果家里还有长辈仍然用中文教育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还是有可能会使用中文。但是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能力肯定已经消失了，包括黄先生这一代。In general, Chinese people could not become government employees, join the military or the police force. They were only allowed to engage in trade and other private sector jobs. This situation lasted for more than 33 years until Suharto was overthrown. 总的来说，华人无法成为公务员，不能加入军队和远警，他们只能从事贸易和私营行业的工作。这种情形持续了超过33年，直到苏哈托下台。The Suharto administration, characterized by military-style rule and rampant corruption, was finally overthrown by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1998. Suharto was successfully ousted, but there were widespread riots in several major cities, especially in Jakarta, 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came targets. Many businesses and homes were set on fire, and there were numerous casualties. After the riots were brought under control, the new government attempted reforms. This era is known as the Reform Era, during which Indonesian nation sought to renew itself with better democratic system. Changing conditions that had persisted for 30 years was certainly not an easy task. The most visible change was in politics. 苏哈托政府的军事化和腐败，最终在1998年被学生运动推翻。尽管苏哈托下台了，但也依然导致了一些大城市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尤其是雅加达，华人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许多商业场所和住宅被纵火焚烧，不少人丧生。在骚乱好不容易得到控制后，新政府努力进行改革。这一时代被称为改革时期。印尼试图通过更好的民主制度来更新国家。想要改变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国况，并不容易。最快速的方法便就是在政治上开始改变。Prior to this, Indonesia had only 3 recognized political parties. Since the reform era, Indonesia has become a multi-party system. New political parties sprouted up like mushroom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numbering in thousands. Freedom of speech, once prohibited, began to open up.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o had previously only been able to make a living through trade and jobs, other than civil service, military, and police, began to see new opportunities. Previously hesitant to engage in politics, they started to speak out, and became memb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Initially, they were cautious, given the trauma of the past. 之前，印尼只认可3个国家政党。自从改革时期以来，
印尼变成了一个多党制国家，新的政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多达数十个。之前被禁止的言论自由开始得到接近，华裔人士之前只能从事贸易和非政府工作，如今华人参与政治的大门已经打开。虽然最初可能还是不敢从事政治活动，但现在已经有许多华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并成为党派的成员。Thanks to the reform movement, I am one of the Chinese descendants who had the courage to become a member of a political party and engage in politics. 起初当然是小心翼翼的尝试，因为过去的创伤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由于改革运动的推动，黄先生也成为了其中一个敢于加入政党并从事政治的华人后裔。I was fortunate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th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in 1982. During that time,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for Chinese Indonesians to attend th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ue to the restriction and limited quotas. I enrolled in the Faculty of Law, which later greatly aided me in my political activities. I also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1996 and a doctorat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2009. 1982年，黄先生很幸运地通过了印尼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在那时，对于华裔印尼人来说，能够进入有着诸多限制和名额有限的印尼大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而黄先生报读的政法学院，也在后来从事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黄先生也在1996年获得了金融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在2009年获得了环境管理博士学位。In 2004, I became a member of New Indonesian Alliance Party. Fate and God's will brought me into the same party as Ahok or Basuki Cahayapurnama, Chung Wan-hsie. In 2005, Ahok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Chinese Indonesian regent. And in 2007, I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Chinese Indonesian mayor, directly chosen by the people. We both belong to the Hakka community and became comrades in our political journey. While many other Chinese Indones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still engaged in business world, we dared to take the plunge into politics. This was a realm still considered risky for Chinese descendants in Indonesia. 黄先生是一位印尼新联合党的党员，命运和上帝的安排使他和统一党派的钟万学先生，也就是首位在印尼当上雅加达首长的印尼华人相遇。在2005年，钟万学先生当选为印尼第一位华裔县长，而我们的黄先生也在2007年相继当选为印尼第一位人民选举的华裔市长。他们都是客家人，也因此成为了战友。尽管还有许多华裔的兄弟姐妹仍在商业活动，但黄先生和钟先生已经敢于在充满风险的政治世界涉足政治领域。The election of the two of us as regional leaders from the Hakka Chinese ethnicit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litical observers at that time. Since then, many Chinese Indonesia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entering practical politics and leaving behind the traumas and fears of past discrimination. 钟先生和黄先生两人作为来自客家人群的地区领导者，引起了当时政治观察家的关注。自那时以来，许多华裔人士开始对实际政治产生兴趣，摆脱了过去的创伤和恐惧。Although Indonesian law has reinstate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hinese Indonesian citizens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groups that target Chinese Indonesian.
Radical groups continue to accuse Chinese Indonesian of being communist, lacking nationalism, prioritizing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so on. When problems arise, they often vent their anger on Chinese Indonesian. 尽管印尼在法律上已经恢复了华人后裔的权利和义务，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些将华人作为攻击目标的群体，仍然有一些激进分子指责华人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群体等等。假如出现问题，他们也会将华人作为发泄怒火的对象。现在最后了哈。As Chinese Indonesian citizens, we Indonesia have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prove our nationalism.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Chinese Indonesians have also contributed and work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country of Indonesia. Nevertheless, to this day, sentiments and anti-Chinese biases still exist in Indonesia. We sincerely hope that one day these sentiments and anti-Chinese biases will disappear from Indonesia. We are aware that what is happening in Indonesia today is not disconn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this awareness,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for the benefit of Chinese Indonesians if I am given health and opportunity. Let us pray that the conditions in our world do not worsen further. May tomorrow be a better day. 明天会更好。作为印尼华裔公民，黄先生已经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主义做出了努力和贡献。有许多证据表明，华人也为印尼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贡献。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印尼仍然存在反华情绪和歧视华人的现象。我们非常希望这种现象能够从印尼消失。我们意识到，当前的情况与印尼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发展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一起齐心祈愿，愿我们珍贵的世界不会被阴雾笼罩，愿明天绽放更加美好的希望之花。在此，我和黄先生深怀感激，衷心感谢大家。那个黄守范先生哈，提到个精彩嘅分享。喺印尼哈，可能我哋冇經歷過嘅人哈，唔會清了解，因為真是當時嘅排華運動啊，讓所有嘅華人，當然包括客家人哈，心理上嘅創傷非常非常嘅大，環境佢唔冇成功，仍然哈可以講提到講嘅中灣學先生哈。跟那个黄守范先生，等于我两个都客家人啦，一个做过省长，一个做过市长，冇当然冇简单。我再补充一下，头头讲嘅像山口洋当有讲到南方共和国其实呢，山口洋就当时罗芳伯先生一个主要的根据地图坤甸佢是一个所在的山口洋。那个罗芳伯先生呢跟蔡永兴高中嘅太戏跟曾经图嘅演出。罗芳伯这建國運動嘅一個英雄啦大家有時間見很多講過以後還兩場出來嘛準備做起嚟係咪？OK， 準備做起嚟有演出幾下2擺嘛5擺所以也冇簡單羅芳伯嘅先生啦好，大家再一次用掌聲來再補充一點就雖然講黃先生對沒從台灣出世但是以跟台灣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當時山口洋跟新竹縣的良和文化協會有建立一個那個互相駐地的來往的每年固定的一個關係。今日有在座有新竹良和文化的朋友來冇？有係咪？好，校長有來，蔣校長有來嗎？蔣校長。蔣校長都可以是的，
哦，那个刚刚非常好，就头头肖教授讲的哈，其实不只是社团的地域哈区域，而且是草根的哈基层社团哈之间的连结啊，非常非常好，刚好过非常好，希望应该好可以继续。从来做客家粵語做，因為咧移出來嘅三百啊，所以老朋友啊，老朋友。好，大家好，在掌聲好 ，OK， 好，接下來呢，哈，請我哋嘅新台客哈，劉依然哈來跟大家分享，掌聲分享，掌聲分享。谢谢大家。我想先向我们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各位从世界各地来的那个客家朋友、乡亲们，问个好，大家好。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我们的杨长正主委讲过一句让我很深刻的话，在早期我们有些客家的政治人物，因为要用客家致辞会先致歉，他说那个不应该发生。我觉得应该发生的是，像我今天这样子，身为一个客家人。没有办法用客家话讲，这是我应该致歉的。我想今天要符合大会的主题，我想向大家介绍我在这边在南非生根发展的地方——南非共和国。我首先第一页，这是南非的，不好意思，回去第一页。这是南非的问候语。我想问一下，我们刚才没有看到我们南非回来的朋友，能不能举个手？南非不多。萨欧波纳，萨欧波纳这句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其实大家可能在那个《阿凡达》这部电影有听到过，英文的翻译叫 I see you， 我看见你。所以在茫茫人海中，当我看见我们南非的朋友，我要讲一句“萨欧波纳”，我看见你。然后在下一句呢，这个就是你真正要问好的，其实是这一句“温讲你，你好吗？”然后回答我很好，问给养皮嘞。那你就可以简单的回答那个亚皮嘞。所以，当你到南非去，你开始讲萨欧波纳，问讲你，问给养皮嘞，那当然南非人对你就另眼相看。谢谢。那我们进到下一页。OK， 大家都知道，在早期南非是一个实施种族隔离的白人国家，那有12%的白人人口控制着整个国家，一直到1994年4月27号，南非第一次举办了全民民主大选，才开始有了新的南非共和国。那我想这个过程我就不再多做介绍，很多电影都有拍过这个过程，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在非洲国家的一个民主奇迹，因为没有经过流血政变，能够经过这样的和平的政权转移，这个也足证了南非这个国家的民主韧性。下一页。那我记得我常常会碰到的，会听到的一句话是，很多人跟我讲说，早期南非在白人统治之下，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一个科技非常先进的国家，一个甚至基础建设可以媲美欧洲的国家。那为什么到了今天，南非的国力，或是说南非的一些负面新闻会不断？我想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点，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这个是在1994年以前，大家可以看到，在1994年以前，南非的用电普及率只有53.4%，所以您可以想象，全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没有电、没有水，但是在那个同时，98%的白人家庭都有电。
那当然，从南非开始进入全民南非以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南非的那个用电普及率已经高达90%。那当然还有一些偏远的乡镇，因为电网架设的费用，还是会很高，所以我们那个南非政府还是在继续努力当中。那在下一页呢，大家再看到右边这边呢，就是南非的那个自来水的那个普及率。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在全民民主南非之前，跟全民民主南非之后。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说，在94年以前，南非的许多资源都是独享于少数人的手里。之后开始，当你必须要把这些资源平均的分配到全国人口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有这种国力下降，或是让人家觉得说它有倒退的一个错觉。好，请到下一页。OK。这个是南非政府一个那个重建屋，从94年以后一直到这应该是我看到的是2018年不好意思2023年左右的2022年左右的数据，南非总共建的类似这样的重建屋330万间，我如果说用一户大概20万25万台币的成本去核算的话，在这段期间。南非已经花费了至少8兆到9兆新台币，在盖这些重建屋。好，请到下一页。但是南非也有一个非常南非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就是高失业率。这一页是让大家看到。灰色的地带是有工作的，红色的一直是没有工作的。请到下一页。但是呢，同时南非也是全世界花费在那个社会福利金最高的国家。南非大家在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南非是排第5名，而前4名国家其实人口都是只有数百万的小国。请到下一页。OK， 再来，我大概就是开始跟大家讲，在南非华人参政的一些过程跟历史。南非的制度和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属于首长制，也就是大家直接选出市长，或是和总统是属于直选。南非的制度是属于内阁制，也就是说总统是由400位，因为南非是3级制度，中央、省到地方政府，所以在中央呢，总统就是由400位的国会议员选出，那省长南非有9省，那省长就是由各省的省议员选出，那市长也是一样，市长就是由我们的市议员里面。选出1位市长，然后南非的那个民意代表任期是5年，请到下一页。这张表呢是让大家看到，在南非其实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位民意代表。这张表其实是我们在南非所有的台侨有参政的一些名单。那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介绍，我是从2006年第一次进入市议会，一直到现在。下一张。OK， 2006年是我第一次进入市议会。那其实这个过程，我想我就不再跟大家赘述，因为其实在我的报告里面，我大概都有详细解释。我大概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的第一任期其实是一个意外，我并不是一位想要从政的人物。那我觉得在早期我刚到南非的时候，在1993年，
刚大学毕业，服完兵役，然后因为父母都在南非，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台湾的事业移到南非去，所以说我那时候也在当完兵以后，我就被征召到南非去。那在那一段期间，其实就和很多我们的台湾侨社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过程差不多，我们都是聚集在自己的小圈圈。我们有各地的台商会，各地的台湾同乡会，那就是大家都是聚集在这个小圈圈。那一直到我第一次从政，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当然，我一进去，觉得我的政治理念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来自台湾。那我所要做的事情，身为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民意代表，我所要做的是服务南非的公民。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也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当地社团的肯定，当地社区的肯定，来让他们能够认同或是认识我们的华人侨社，这样子我们的华人侨社才有办法在当地生根发展。下一页。这是我在2006年第一次和穆白吉总统合照的时候。下一页。下一页。OK， 我进入市议会以后，我的当然第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宣扬台湾，所以我那时候就邀请了我们台湾我们的那个台北驻南非联络办事处，在约堡的在约堡许怀聪处长，然后到我们的市议会去，为市议会介绍台湾。下一页。在那个同时呢，也把慈济功德会介绍到当地社会。我想能不能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慈济的师兄师姐们？谢谢你们。慈济在新宝做了很多事情，谢谢你们。这个是慈济功德会。下一页。这个是那时候拿国旗的合照，不好意思，这个国旗拿反了，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下一页。OK， 佛光协会有没有佛光协会的师兄师姐们？谢谢你们。这个是佛光协会在新宝市办的那个冬令救济活动。下一页。这个是发放那个毛毯。下一页。慈济功德会在在跟警察局配合做那个冬令救济。下一页。对，这个是在我们慈济的那个负责人，然后在警察局的那个活动当中介绍慈济功德会，然后做发放。下一页。这个是那时候的发放的物资。下一页。OK， 我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后是2011年。那2011年那时候，我想那个细节我就不再多说，因为我在我的那个手册里面我有写到我所做的选择。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从政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碰到一些十字路。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的第一次从政进入是一个意外。那其实，在2011年那时候，我有想过放弃，因为毕竟我们，尤其是在海外30-40岁的我们的台侨第二代，都会想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创业，我们要想办法赚钱。我那时候的想法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在政治的道途上面，政治并不是一个致富的途径，也不是一个经商的途径，所以我想要有所发展，其实我那时候
想说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做生意。那我觉得我要尽的社区服务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在2013年那时候，我的政党又把我征召回去，所以我又回到政治这条路。这当中的选择，我有放在我的那个手册里面。下一页。OK，2016年是我一个很大的转折。我那时候我的政党其实本来是从南非的 IIP， 我现在的政党一直长久以来是南非的第3大政党，也是黑人政党。那大家都知道，南非80%以上的人口是黑人，所以当我选择加入政党的时候，其实我的首选是我要生根，我要加入黑人政党。我不想加入少数族群的政党，我们必须要贴近当地人。大家画面上看到左边这一位是我的党主席布塔列基王子。那这是我第一次，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我第一次参政的党主席。在2016年，我的这个政党呢决定就是加入 IIP， 所以那时候他引荐我跟布塔列基王子第一次的见面。下一页。那在2016年那一次的造势活动呢，这下面的 logo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政党 IIP。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真正进入，因为我的第1任期、第2任期其实都是小党，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造势活动。那当我进入大的政党，就开始改变我的观念。下一页。这个是布塔列基王子应我的邀请，到新堡去和我们的侨社见面。这时候布塔列基王子已经89岁。下一页。OK， 这个不太清楚，在下一页。这是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布塔列基王子和我们那时候前来的一些侨社的贵宾的一张合照，中间的当然就是布塔列基王子。下一页。这个是我跟布塔列基王子到各地去造势，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当地的那个市民厅，然后我们在那边造势。下一页。这个是我们那时候的照片，在下一页。这个呢是布塔列基王子在80年代，他跟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的见面照片。下一页。布塔列基王子也是第一位非洲的政治领袖进到美国白宫，和当时的雷根总统开会，后来是老布希总统。下一页。这个是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大选，大家可以看得到曼德拉、戴克拉克，那位是祖鲁国王和曼德拉王子，布塔列基王子，这个是象征在瓜苏纳特省的一个和解。因为在大选之前，80年代有很多政治的纷乱，造成超过2万人的死亡。那这一个握手，这一个和解，象征了南非在1994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下一页。这张照片是布塔列基王子在造势活动当中发的那个竞选衫，大家可以看到。拍照的那个白人，他穿的就是我们 IIP 的竞选衫。我想这张照片，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有的政治人物，他们可以上到跟总统、跟美国、跟世界强国的领袖很自在的见面，但是
当他到竞选场合的时候，他也可以放下身段。这个时候，布塔列基王子已经90岁了，那他还是可以跟着我们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各地去竞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民众就是排队要去跟王子领这个我们 IIP 的竞选衫。下一张。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布塔列基王子在发竞选衫的照片。下一页。这个是我在那个竞选的过程当中拍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南非的黑人社区，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去深入基层，去慢慢做挨家挨户的拜访。下一页。这是我们的竞选车队。下一页。这个是南非这个影片吗？哦，影片有没有声音？声音有没有办法放出来？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用手机拍。没有声音，声音有出来。不是这个。OK。OK， 音乐可以先停掉。没关系，我想可以放影片。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南非的政治人物要竞选造势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在南非我们有讲一句笑话，听得到吗？对啊，继续，能不能继续？或是能不能从头开始放？在南非呢，你要当一位政治上得了台面的政治人物，你要有一首你的主题曲。这一首是我们布塔列基王子的主题曲，非常洗脑。我们南非有讲一句笑话：我们高兴的时候唱歌跳舞，我们欢乐的时候唱歌跳舞，我们生气的时候还是唱歌跳舞，我们哀伤的时候也会唱歌跳舞。唱歌跳舞是南非人的生活一部分。来，下一页。这个是当然在造势的时候会有我们的传统一样族鲁传统的表演。来，下一页。这个是我去参加宣誓活动。下一页。再下一页。OK， 在这个场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到那个中间那一群啊，拿那个矛头的，那是我们传统的祖鲁战士群。这一群人要是暴动起来哦，手上都是长矛，还有盾牌。来，下一页。这个就中间的祖鲁战士群，他们非常非常效忠于南非的我们祖鲁的祖鲁的传统部落，包括祖鲁国王，也当然就是布塔列基王子。下一页。再下一页。下一页。这个就是布塔列基王子进场，他进场，你可以看得到他手中拿的就是他的权杖。今天呢，我在这边其实。我自己带着这个胸徽也是布塔列基王子拿着他的权杖。下一页。这个是我们的候选人的宣誓大会，在会场的中间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 IIP 的候选人。我们在
那个参与选举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宣誓活动。下一页。OK，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不知不觉时间拖了蛮久了。我想要讲的是在我参政的这些过程当中，我学习了很多。那就在我回来之前，在我写完文稿以后，布塔列奇王子在这个月9月9号，他那个因为年纪而过世，享年95岁。在9月16号是他的那个葬礼，南非总统宣布1级国家葬礼，军礼最高规格。他的过世其实也象征南非的一个时代的过去。从早期参与这些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些民主斗士，从那个 Albert Lutili、Walter Sisulu、Nelson Mandela、Oliver Tambo 到 Prince Buthelezi， 这一个他的过世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凋零。那在那个葬礼上面呢，4位前任、历任、现任总统，南非总统，南非前4大政党、反对党，所有的党魁全部都到，首席大法官，所有的政府高层。那其实那个我所坐的会场，那时候我坐的位置大概就是那个角落，那这些总统们就坐在这边。我那时候开一句玩笑话说，要是中间有一颗炸弹引爆，南非就没有政府了，也没有反对党了。那在那个当然那个葬礼非常的隆重，那我觉得我有荣幸能够加入这个政党。我同时也在2020年，我被布塔列奇王子加入他的基金会。所以说，我们基金会的使命当然就是延续他的这个 legacy， 他的传承。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他的这些政治理念，他的这个 legacy 继续延续下去。那我就不再多述。我觉得，以我身为一位客家子弟，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我有点汗颜，因为我不觉得我的资历会比别人好，我的才质，我的才华也不会比，其实也不会比大家更好。但是我觉得今天，因为我有这样的资历，我觉得客家的血统在不知不觉当中，给了我很多，在我不管是在我政治道路的选择上面，还是在我政治奋斗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无时不刻受到我的客家血统给我的影响。所以说我今天真的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站在台上跟大家报告介绍我在他乡异国能够找到一片立足地，然后这个经历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我会想要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在奋斗，这就是为海外的那个侨校在尽力。其实海外的中文学校对我们的文化延续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下一代子弟，我在南非也看过，有很多老侨客家侨社，他们传到第2代、第3代、第4代，已经不会讲中文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也幸好我们的那个侨委会每年都有一些经费在帮助南非的中文学校，也包括新堡的中文学校。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客委会，包括我们的罗总创会长也在现场。我昨天也跟我们的那个总会长沟通过，我们会希望从各地海外的中文学校开始推动客家日
在这个当中宣扬、介绍客家文化。然后，谢谢。好，结束了吗？好，大家好，再用眼的掌声哈，来给鼓励一下。一个后生人哈，真嘅冇簡單啦哈。伊呢從台北出世，伊阿爸爸媽媽係竹東人啊，竹東人哈，竹東人哦，搬到台北哈。故事以客家話唔多曉得講，但是呢，伊對客家嘅認同非常非常的強伊也因為那個精神呢，我講冇簡單，就講按後生按過移民到南非去，很快就融入在地嘅身份。講獻機非常辛苦呢，真冇簡單呢，一聽到深入我去了解地方嘅人跟文化跟土地。一個都冇簡單啦。雖然講那個按後生啦，但是冇簡單。他剛才在朴樹給感謝一下分享。接下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哋差唔多有10分鐘左右嘅時間接受他個人的問題，好嗎？我走了100多國，非洲我去了30國。OK， 好，謝謝。大家做鼓勵啊，有一次世界客家會在北非，只有我跟吳伯雄去。OK。聯合國也去，世界衛生組織也去。我碰過 Queen Elizabeth、Circuit Thailand、Imelda Marcos、Indira Gandhi。冇簡單啦，冇簡單。江澤民、希拉里、Princess OK。Monaco。他個朴樹，好，多謝。接下來我哋嘅非常留帶住位有咩問題可以請教兩位Princess Monaco 是好了，外交部晚上12點打電話來，先那個明天摩納哥王妃召見你在圓山飯店。好了，謝謝，多謝。我在紐約有跟他通訊，那我是台大、哈佛、東軍、地大，那我5歲我就東軍上海、南軍越南大使館，我爸爸在大使館，我媽媽是。多謝有，我哋其他人講翻譯咯，都。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ay. I'm sorry I interrupt you. OK。好。OK。好，謝謝，多謝。好，請鍾會長係。Okay, my question. 問題咪一簡單以後係。Yeah, my question for Mayor Huang. 我只是一個 suggestion. You said the Chinese Indonesia in United States same. Chinese, American, I won't change to Taiwanese, American, Taiwanese, Indonesia because Chinese everyone 那個不喜歡啦。我喜歡，所以甚至於都不能在那個佛羅里達不能買它的 property，所以我只是建議 Taiwanese Indonesia。Thank you. Okay. Would you like to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我看可以這樣講可以。Okay, good. 好了，謝謝。好，請羅會長係。I accept it. Thank you. 我提着我是感覺今天從開幕到現在為止我們的客委會所安排的主講人和這個題目目標是很先進。這個大家我們要鼓掌鼓勵給客委會所有的同仁鼓勵。因為你客家已經跑遍全世界，那你要落地生根還能夠我們今天對這個客家文化的發展我們就是客家這邊台灣由着客家委員會做文化做客家，不要去講到那個很狹義的國家主義。我們現在台灣和中國那邊，我們都不要互相排斥。做客家，我們要盡量把我的客家東西發展出去，好不好？因為一位是從大陸出去的，在印尼那邊發展這麼成功，當了議員，當了市長。另外一個從台灣竹東出去到南非去，這麼成功，所以今天老太搞報告客委會，我們要給他鼓勵，今天做得很好。好，
多谢多谢多谢，好 ，OK， 好，各位还有冇其他的问题要请我两位讲座的冇？有冇 ？OK， 迄个是冇，因为是董主的了哈，迄冇问题啊，我哋今日还没都要结束，好冇？好，感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再用掌声欢迎感谢两位讲者哈，谢谢谢谢。感谢李总的董事长还有所有演讲人嘅分享，小船嘅意向到了暂时结束。今晚喺午餐时间，等下请前5排嘅贵宾刷铺到桃园田用餐。坐後頭嘅貴賓將到我輩拿客家特色餐盒，留嚟大家。同住用餐和個休息時間到下晝頭1點半，請各位貴賓到下晝頭1點20分前回到座位，以進行下一堂嘅議場安置室落嚟。等下將前5排嘅貴賓刷鋪到桃園田用餐落嚟，坐後。